各位咱海外的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欢喜看到咱的乡亲对故乡的母语遮尔多的关心。每一年拢举办世界台语文化夜，出钱搁出力，非常的热心。就是因为咱有乡亲的关心，对咱2001年开始，用政府的力量推动咱的台湾母语教育，到即马已经是差不多20档啊。各位拢知影，语言是文化的基础，台湾话就是台湾文化的根，所以咱一定爱互少年人会晓讲、愿意讲台湾的文化，甲有法度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。过去3档，我做总统，要求政府的团队对台语的文化的传承，爱做搁较侪的代志，亲像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去年已经通过，即马的台语、客语。甲咱的原住民的语言，拢是咱的国语。今年开始使用108年的课纲，以后国小1年到咱的高中的3年，伫学校拢会上课学咱的母语，这是真大的进步。顶个月，公共电视台台语台嘛正式开台，会互咱的台语文化的推广搁较顺利，也互咱的囡仔会当看电视学台语，母语若好，文化就会好；文化若好，国家就会兴旺。政府一定会继续拍拼，我嘛要请咱各位海外乡亲共同来拍拼，互咱的台湾的语言甲咱的文化不断的传承，不断的发展。2020年的选举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爱守护台语文化，嘛一定爱疼惜保护咱的台湾，咱的国家。守护咱的民主，甲会使互咱的子孙永远有法度选择家己的生活。我要请大家斗相共支持蔡英文。最后，我要祝福咱世界台语文化夜顺利成功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为了台湾，咱斗阵来拼，努力，多谢。